目前全台湾有2000多个弱势囡仔是住伫咧寄养家庭，而且平均每冬会增加500个左右。教育基金会表示，需要帮助的囡仔是真侪，不过会讲提供寄养服务的家庭却是愈来愈少，是因为大多数的寄养父母退休的关系。今仔日伊也呼吁讲有在调的家庭做回来投入服务。 那我负责的部分就是把贴纸撕下来，然后让它贴上去，然后再对应它有没有贴错这样，还亲人家脸颊，然后拿来抱抱你这样。一张手做的卡片，拢是寄养家庭陪伴弱势儿童的记录。我希望我的小孩子可以成为温暖的人，那学习分享，我要让他们自己学习怎么去照顾小孩子，那就只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而已。 那没想到，我们全家因为寄养服务，寄养服务，然后全家凝聚在一起，然后反而更幸福。当初时，妈妈一份简单的信念，让规家人投入寄养服务的行列。虽然生活加较无用，不过因感觉，让弱势儿童有瓦靠才是上重要的。教育基金会表示，需要寄养的囡仔，平均每冬拢会增加500个以上。不过，会当接受寄养的家庭，其实无够多。结束寄养服务的家庭，远比新增的家庭还要来得多。也就是说，寄养家庭的这个家户的失学，我们可以看到是还蛮严重的哈，将近有40%的家户是因为退休了。 好，是因为退休了，所以结束寄养的一个服务，其实需要很多的支持哈。那当然包括社工的一个陪伴，提供一些寄养家庭的鼓励跟训练。不愿看到寄养家庭出现断层，教育基金会表示会加强提供专业的训练，希望有稳定收入，而且受过基本义务教育的家庭会当踊跃加入服务。记者麦尚英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